带去读唐诗。群山雨中以词文书演习，作者魏应物。诗篇并为心画结，宴请人清香。海上风雨起，逍遥地过凉。环鸥群消散，家边红斑动。朱残机滁中，味道树林空。理会是非浅，成达行之梦。鲜会俗事旧，所过行见常。呼饮一杯酒，仰怜金玉章。新欢太子卿，欲令皇上。吴中成文史，君间金王用。皇帝大盘地，启阅在乎强。简介：魏应物首呢是晚年伫苏州刺史林类作品。破一场的大病呢，差一点就回天乏术。好佳在吉林天上，有惊无险。大病拄好的无几工，也像伫个虎爷要求君贤作诗吟唱。规篇呢分为起承转合四段。头一段的四句就写宴客场所，起句用兵为心画结。看起来敢若亲像自夸自大，也毋过呢，这是为下一段铺陈的败子。军连混集，天气足温热，正拄好，拄落几落村的大雨，毋但敢若地过清凉，雨景如画，加上拄破病好起来，身心特别的清爽。第二阶段呢，就是描述宴前的感慨。就是破这场的大病呢，未当周济来照顾周人，有愧之手，也感觉真汗颜真歹势。技术这样气派心严富丽东方的歌艺。第三篇，这摆宴会呢，正拄好，等到进度，并无真正的鲜肥的鱼肉来请人去，全部呢以蔬菜水果为主，也毋过呢。这边以诚来上台，以文来回应，一方面的品尝美酒，一方面的吟赏诗赋，宾属尽欢，也其乐融融。最后的四句呢，就是俄罗苏州，那是物产丰富，地吉林陵，也堪称是人文荟萃之所。以这句呢来回应时地朱文书演习的成果。规篇的重点呢，就是伊破一场的大病，未当收拾来关怀黎民的疾苦，有愧之手，宴请所有贤士呢来聆听受教，借这个机会也了解民风，更该当以文回应，表白途径。结果拢非常的完善，青年有序。这首的诗风呢，有别于一向以山水电两派传统的风格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